好了，everyone，我是王卡子呀，欢迎回到二玩传说，在我旁边的是没有迟到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可爱天生文学偏向持之要合理看了年轻有才，天使类恐怖鬼色彩，心灵善良的可凡。等一下，你刚刚在讲那个魔鬼身材的时候，是不是心虚了一下？你刚魔鬼身材自己笑场。没有，他绝对没有魔鬼身材，他觉得我是没有迟到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来宾好像已经有点养成迟到的习惯了。可是我今天没迟到啊。今天没有，因为今天基本上你跟我坐同一台车。如果你迟到的话，表示我也迟到，所以今天没有迟到。我之前也没有迟到。所以我说今天没有迟到，所以谁迟到？Abby 啊，好 OK，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二玩传说呢。今天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讲，我们上次在大概2个月之前呢，我们有曾经介绍过一款非常棒的手机游戏，叫《北斗之拳：传承者在临》。他们的制作人团队呢，今天也到了现场。有没有看到这个身上就是目前可凡穿的这件 T 恤？他们的制作人跟制作小组呢，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在晚一点的时候呢，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这一次的游戏上市之后呢，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有一些教学，或者是一些关于角色的一些新讯。我希望今天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边有个讯息要跟大家讲，我们现在跟有一个厂商呢，叫做喵与竹，他会送给目前正在观看二玩传说的观众呢 7-Eleven 的礼券。我们这个二玩传说呢，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传统，蛮重要的传统，就是我们常常会不定时由 MOD 抽选出一些奖品送给观众。哇，好好哦。对，然后今天会送出10张 7-Eleven 的100元的礼券，所以各位注意一下，MOD 有的时候会突然出了个问题或干嘛的，在这个地方抽选给目前聊天室里面的观众。好想要。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二玩传说里面呢，有所谓的挂台的点数机制。哦，对，是不是可以换礼物？目前听说已经有人换了。哦，是啊。我们的点数是可以换东西的。然后刚刚可凡就很紧张的问我说：“我现在有几点？我可以查一下。你现在有几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几点？我不知道。老实讲，没有，他没有写。3点。太少了吧？因为他没有挂啊，没有挂，当然没有啊，这不很正常吗？可恶！你现在不要挂。好，我现在挂。好，你现在挂，我们就多一个观众。好 ，OK。好，我们在进入今天的就是北斗在临的这个环节之前呢，我们一样要聊聊这一阵子的一些电玩新闻。好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非常一个著名的游戏制作厂商叫做 R 星，就是 R Star， 他出了一款游戏，你知道是哪一款吗？尤其最近我非常努力在玩的一款游戏，碧血狂杀。不是，可恶！我想说偷看一下那个。不是，最近阿星有一款游戏呢，很多实况组都非常拼了命的在玩。GTA 吗？对。耶，我对了。好，闭嘴。好 ，OK。最近呢，就是阿星这个企划组呢，他告诉大家说，他会专注在在线模式，就是碧血狂杀这个西部牛仔故事的 online 的游戏项目，因为很多游戏其实到后面都开始出 DLC，会以 DLC 取重，但是他目前就反而他没有想要开发 DLC 的打算，他可能会专注在他线上游戏的互动体验。它其实它的线上版本就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有点类似 GTA 线上版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一个分身，然后在西部的世界里面生活。哦，好好玩。其实我觉得像这类型的游戏，也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会让新一种的 RP 产生。像我们最近在玩的就是自由新政。那关于因为你是自由新政第1季的经验者，那请问一下，你对于自由新政2开机，然后你却没有参加这件事情？会不会感觉到有一股小小的寂寞？其实还好。自由新政的主持者有听到哦，他说其实还好。下次他如果要进去的话，不要再邀他了，真的不要再邀他了。我好想玩，但是时间就是没办法。我管你那么多。让我说话。好啦 OK。那最近呢，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自由新政这个东西。我算是第一次加入这 RP 的游戏里面。之前好像就很多人邀你，然后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比较没办法。但是这个月基本上应该这个游戏会持续1到2个月之间啦，我在想，因为至少应该是这样的时间点。然后我在加入的第1天，我就感受到了这个所谓的世界颠倒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们结束游戏之后，还是会讨论一下今天的状况嘛。对。然后莫名其妙就一看天空，外面就亮了嘛。对。就亮了嘛。那以这样的状况来讲，我就知道为什么说第一季的参与者们会有一些就是体力会比较辛苦的状况。我大概能理解。你知道我今天的行程是怎么样吗？你猜猜看我今天的行程。应该是昨天玩，然后呢又就是玩到半夜，然后呢讨论到早上，然后早上的时候出去那个训练，然后训练的时候应该是去道馆吧，然后道馆结束回家一下，因为要来接我，然后呢再过来这边节目。
对，一模一样吗？完全一样，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就是。对啊，所以你完全没睡？有啦，睡一下啦，而且我等下回去还喝酒，我睡一下，几分钟？真，对，那就差不多，还好，这对我来讲还好，只是我们想要讨论一下 RP 游戏的经验，因为对我来讲，这真的是第一次玩到 RP 的游戏，尤其是自由行政，我扮演了一个角色，他是一个非常鸡掰的角色。他非常的鸡掰，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高压强权分子，他是一个高压强权分子，跟你的角色有点类似的地方是在于，大家都不是很喜欢他，大家都没有到很喜欢他。可是我不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演绎者必须要带入这个角色灵魂，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他有一些东西会很矛盾，那个也是故意演出来，因为他的角色设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 RP 我加入到目前第2天，我其实觉得它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一样东西，因为它其实是要求你去跟别人互动，就像现在这个《碧血狂杀2》它出了 Online 是一样的，因为它其实是强调玩家与玩家的互动。那玩家你设定一个角色的背景之后呢，你就基本上尽量不要去违背你设定出来角色的这个东西。那因为每个人设定的角色背景又不一样，所以他看到事情的反应也不太一样。对，尤其我们这次是设定在末世，末世就是一个都是僵尸的世界，那又是一个跟第一季又更不一样的一个题材了。钱应该就是没有什么用吧？我们根本不用钱啊，就很少。我们基本上不需要钱，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用金钱交易了嘛。那以这样的状况来讲，我们通常都是以物易物，但是目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们以物易物可以武力交易吗？武力交易也可以啊。我比较担心你讲另外一种交易，但是你没有讲出来，我还蛮 OK 的。我知道。闭嘴。闭嘴。我还没想到，太久没有跟你合作了。不是，也没有很久啦，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家伙都没有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就是都在出国玩嘛，对不对？是吧？耶。好 ，OK， 好，那先不讲，那我们刚好聊一下这个 RP 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你玩第一季 RP 之后，你感觉如何？你现在目前，因为现在相信有很多观众其实也对这个兴趣，这个话题很有兴趣。那你觉得你目前为止，你玩完这 RP 游戏的过程中，不管是前期、中期、后期，到现在目前结束了第2季开始，你觉得是怎么样的感觉？其实因为你知道我第1季玩的时候，我非常带入这个角色，我会一直哭，就是然后呢，也是跟你刚刚说的一样，会。整个时间都在这个游戏，然后呢，没有玩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讨论这一个，或者是回答观众的问题，然后呢，变成你在路上看到警车，就会想说，这不是游戏内的谁谁谁吗？就是你会带着，你已经完全深入到生活中，因为要带入这个角色，其实其实就是一种大型的舞台剧嘛，那你必须要带入你的角色里面。对，那我现在开始有一点点这样的迹象，因为我那个角色讲话是这个声音。我那个角色呢，讲话都要这样文绉绉的，然后基本上我自己演绎的时候还好，感觉你这样子实况喉咙会很痛。我连续讲4个小时，太痛了吧，每一天都是这样讲4个小时。没有啦，这毕竟也是有配音的嘛，这还好，对我来讲还好，只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它的魅力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些互动，因为这一季的冲突很多，冲突真的非常非常大。那这个冲突其实就是关于不管是在我的安全区域里面的人，或者是对外面的人来讲，都是因为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下去嘛。那生存下去的话，就会有物资互相抢来抢去的问题，对吧？那以这样的状况之下，那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跟第一季比较更不一样的冲突？对，第一季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对，基本上是的。但是虽然会有我可能比较不想要跟这个人相处，或者是我不想要跟那个人接触的状况，但是这一季的话，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目前感觉是我们这个整个据点里面都是各怀鬼胎的状态，因为每个人都没办法完全的相信。心机。对，就是高中女生小圈圈。心机兽。就是你那圈，你是高中女生的心机小圈圈，类似那种感觉啦。我感觉好像被表了。好，我看到你的网志上面说你被捅。对，我被捅。我可以问这个问题吗？这会爆雷吗？这个应该，这算爆雷吗？还好吧，都已经过了。已经被捅了，就没差了，是不是？对啊，为什么？就有一个角色叫梁雨辰嘛，那个梁雨辰他扮演者叫苹果妹嘛，苹果妹就捅嘛。就
就他莫名其妙，就是他出去跟我们在搜寻物资，因为我们一定要搜寻物资，不然我们的安全区里面就是会有发生问题啊。那他出去的时候就想说，就是他想要帮忙，但是我在僵尸旁边，他直接冲过来，直接。他插错人了。对。插错人听起来怪怪的啦。那你被插的感觉如何？你再讲一次。我是说你会不小心。你再讲一次。我不要说错了，我没说错。好了，反正就是他在这个东西，就是，而且因为我觉得自由新政有一点，我其实很久以前就知道自由新政会创造出很多的迷因。这次出现的迷因好多这次出现超多迷因的，就是有一张图真的非常非常好笑，就是那个他因为我的这据点被人家戏称为 K 据点，因为我的角色叫 K，那已经变成你的据点了。我其实一开始没有这样设定，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我怕大家都没有办法去。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那一组的新人比较多，所以大部分情况之下新人会比较不敢去人家交流。那有我们那一组里面有第一季经验的就是瑞咪，还有那个阿谦，其他应该都没有就是 RP 的经验，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新人们就会比较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所以就会变成我试着去拉他们讲话干嘛，到莫名其妙我就变 K 据点了，就是因为我那个角色本来就比较强势一点这也没办法。可是为什么听起来很像是带小朋友？有带小朋友的感觉吗？就是他们都是就是角色的样子，然后戴着那个黄色帽子，然后幼稚园，然后说不可以这样子哦，不可以拿刀子哦，不可以跟其他人吵架哦。到底为什么变这样？到底为什么变这样？有没有会师可以把这个画下来？我是不知道啦，反正后来发生了一个迷因很好笑，就是因为每一次只要出去那个就是找物资。那找物资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状况，就是我刚刚发生那个所谓的互捅这个事件，那个互捅事件一发生，你就会发现我这个角色就是边负伤边回去，然后我要找物资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他每次一出去，他每次只要出去就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人就画了一张迷因，不要让他出去，不是，就有人画了一张迷因图，就是上面就是梁宇晨决定加入外出队伍。就是这一句话，然后下面所有的那个外国人的表情都是害怕。对，而且他叫梁三刀，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他在第一天直接戳了3刀，总共 TK 3个人，超好笑。是啊，他每个都插一下。好，我大概了解他在讲什么。OK， 那再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就是 RP 的时候呢，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讲述一个非常重大的观念。每一个实况主在玩这个游戏，在体验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他都不是代表自己，对，他代表的是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其实因为他发生过的事情跟他的心境之下，所以会有一些跟他本人很大的差别。就像我这个角色，他其实非常非常让人讨厌。那他因为他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他比较谨慎一点，然后他比较高压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在看到这些演出的时候。尽量希望，因为我相信绝对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希望各位如果有看 RP 的话，尽量不要把这个情绪带到那个表演者本身身上。有人会走心，有人会，这个就是所谓的走心，就自由走心嘛，对不对？自由走心，对，自走心症。OK， 好烦。自走心症，那就是因为毕竟并不是每一个表演者你都认识。对。那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看可凡视角这样 pew 出去，那他 pew 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某个人对可凡不是很好，某个演出的角色对可凡态度不是很好，那人家可能就会马上就是转成说，这个人是不是对可凡有意见？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可凡？这个人怎么演这个样子？因为他不知道。对，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算知道也会觉得说，假设今天对你那样的人是我，他可能觉得说，原来卡子雅都是对可凡，平常就这样子，所以他就会走心。那以走心的状况来讲，就会引发比较多的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享受剧本的一种方式。但是尽量不要把这个东西带到现实的一些状况里面。每个实况组在加入这个 RP 的伺服器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只能这样讲。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以表定时间以10点来讲好了，我们10点开始，我们要一路讲到凌晨的2点，然后再讨论事情，就一路读到3，对，又到早上了，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想要去享受就是 RP 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去接触看看。但是真的不要走心，尤其是
我相信对于有些实况主来讲，你对他的肯定就是你支持他的一些实况。那你如果喜欢他的角色，你表达你的喜欢，像现在扑浪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二创跟一些迷因，那我觉得这是对于实况主表达支持最好的方式之一。那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某个角色，那尽量也不要恶性攻击他，因为他不代表这个实况主本人。对。但是可以跟人家讨论啊，我觉得这很好。就像他第一季角色真的很讨厌啊，我也很讨厌啊，但是我不会讨厌可凡啊，就是大概这样。其实我还蛮讨厌他的，对，这大部分的没有，好 OK， 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好 OK， 好，这是我们刚刚聊到的 RP 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因为它也是阿星出的。好，下一个话题是大家的女神耶，新垣结衣。你喜欢新垣结衣吗？蛮可爱的。她现在好像变得有点轻熟女风了。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是少女，就是非常少女。她一开始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在一个女仆的广告，她扮女仆，然后她演绎了很多。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就是 Switch 呢有出现了一个新的游戏的一个配件，叫做健身环。那这个健身环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运用在你的比如说不管是游戏的感应上面啊，或者是它的一些 software， 就是它的一些那个软体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广告。国民老婆，一直跟他演一样的。这个设计好酷哦！我问你个问题哦。如果说这个游戏，因为你平常不运动，对，但是如果这个游戏会让你运动，你会想玩吗？会，我之前就有买那个拳击的，就想说在家里就可以拳击。我好想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哦。不要，我好想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哦。我们上次约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带 Switch 直接在那边走，然后他就说我姿势很不正确。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是谁啊？好像是兔兔的生日。对，兔兔生日。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租了一个算是民宿的地方，然后就有带 Switch 过去玩。对。然后他我看一下要怎么样给观众看一下哈，就是他打拳的动作真的很屌，他打拳你再打一次啊！你再打一次啊！不要。好 ，OK， 我不知道。我很认真哎。好，这个影片部分我试着带给观众看啦但是不一定看得到啦。这个有办法吗？有办法吗？好。我很认真哎。这个是有一位我们的朋友叫琛琛啦他目前打的状况就是他至少有练挥拳感觉。来，大家下一个画面呢，看一下可凡怎么挥可凡这个挥的动作真的嘿，请问你是在打人家下体吗？你挥都是往下挥呢，这样比较痛。哈？你知道拳击规则是不能打要害的吗？是啊。拳击什么事哦？然后有一个规则是可以打要害的吗？有任何一个击击运动是可以打要害的吗？是啊。没有吧？对，这是拳击，所以他那个时候第一次让我看到他真的动起来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比如说 Switch 他又出了跟健身有关系的游戏，你还是会去玩？我觉得因为就是那我抖内你我抖内你每天玩2个小时。可是我那个拳击的，我只有玩过那一次而已。就我上次那一次。为什么？你买了不玩啊？不是，就很累。你每天要打开来。对，然后呢？要站起来。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叫参哥啦，他那个时候玩那个 Free Boxing，他玩了多久你知道吗？不知道。他玩了几乎2个礼拜吧，就是每天都呼，好厉害哦。然后结果你跟我说你只开那一次。从下个月开始我想到了，那个Jin，我们做一个游戏健身企划。我们先测一下可凡的体脂肪量，然后再让他玩这个游戏，玩1个月之后再测他的体脂肪量，看有没有办法达到增加他的那个肌肉量的这件事情。我有肌肉啊，你看那是什么？这是肌肉。跟一个满是肌肉的人这样说，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了，好不好？静说可以，我听到了，静说 OK。那我们下次就执行这个东西，我们让你连打1个月的那个 free boxing， 然后最后一开始先测你的体脂肪跟你的肌肉量，最后我们再去测你1个月之后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增加的话，那就表示那你的体脂肪率就不会增加，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变嘛，因为你完全没运动嘛，对不对？对。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罚你60万。我没有60，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这应该可以吧？那你要不要加入这个活动？如果你达到的话，我就给你5万块。怎么样？好啊。见钱眼开的家伙，见钱眼开的家伙，少在那边。好啦，反正这个如果是在家里，因为你没有天天去健身房，你就是会比你一直待在家里好，就是至少有动。就是安慰剂啦。没有啦，还是会动啦，就是。好，来我们看下一个广告哈，我们来看下一个，来，它到底是怎么用的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它有一个。对啊，那个是怎样？那个。它其实比想象中多东西耶，真的耶。我刚刚以为只有在做一些，比如说绑在腿上的一些动作，原来它可以直接这样用啊。我以为只有那种就是伸展。对，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哎。你看起来太像卖直销的了吧？它有7分钟。等一下，我看一下，它有没有中文字幕？我们的观众是看不懂英文的。可以把它翻译吧？可以自动翻译。没有，自动翻译很可怕。没有，我们大概带一下就好了。它可以放在。那个好端哦！我是说那个环啦。你看哪里？环没有，它这样圈起来，你当然会看那个环。好 ，OK。所以它是要绑在这个环上面的。可是那这样的话，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这是什么？它会变成传送门吗？哦。该不是可以打怪吧？它有打怪元素，这样可以边玩边运动，感觉蛮酷。这个感觉就变成好好玩哦！感觉不错啊！这样子就……可是为什么他要拿着那个跑？屁呀！你这样子就可以飞，我不信。所以它这个东西中间过程应该都是有设定好，你可以运动到哪边的肌肉，所以就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会运动到那些地方的肌肉。你看有怪物你可以选择要怎么揍它，是不是？它是在深蹲，就是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深蹲的。深蹲攻击。对。哇，真的深蹲救台湾耶！这个真的好好玩的感觉哦。你现在看觉得很好玩，但是你买了之后你只会看1次。我今天的运动量已经足以一年了。这是在练大腿内侧肌。它其实分很多种哎。不过它如果是没重量的话，它应该就是比较轻型的那种核心训练。真的感觉是不错的。对。OK， 感觉不错。好。所以它应该也是有竞赛的，因为 Switch 其实蛮注重在竞赛的。捏那个陶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新垣结衣的那个广告，有点太就是平了。因为他那个广告会让我以为是像瑜伽那样。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系列的。就我们刚刚看到是第一个系列，他不太可能请了新垣结衣，然后只拍一个这么短。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因为他 Switch， 尤其是日本广告，其实蛮多会把一个段落一直不断的抛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或许之后会有机会再看他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使用的环节，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东西算是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蛮期待它未来可以应用在什么游戏上面的。因为当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它是一个环。它会不会有，比如说像是线上套圈圈，或者是飞盘那种东西？格斗游戏。格斗游戏怎么打？就是你自己身上有2个，然后你可以线上跟人家 PK。这样吗？这样走。你的挥拳动作真的是不怎么样啊！真的是不怎么样。好 ，OK， 那是我们这个最近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我们的国民老婆新垣结衣呢，在 Switch 这个健身环大冒险里面担纲她的一个算是代言人的身份。我们期待她未来会有其他的一些物品会直接释出给大家看。好的，那我们现在要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要进入我们的北斗再临的环节。北斗再临，现在大家还记得他身上的这个东西吧？对不对？好，大家还记得2个月之前呢，我们曾经有跟
北斗在林的相关制作团队呢，有做过第一类接触，讲得像外星人一样，第一类接触。那今天呢，他们的整个小队呢，也今天到了我们现场。我们期待呢，他可以就是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资讯，以及一些新的像因为他目前游戏已经营运了一些新的一些讯息给我们。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欢迎我们北斗在林的制作团队，我们的岩本制作人以及我们的李威先生，欢迎。突然被 Q 哎，可是没有椅子啊，不好意思，すみません。好。我做不回来了耶。我欢迎我们的岩本先生以及我们的李威先生。等我一下。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我们的北斗在林的 CM。史上最強の暗殺剣北斗神拳。一子相伝の歴史は失われたかに見えた。今再び推しの声に導かれし新たなる伝承者がその指先に北斗を取り戻す。北斗の拳レジェンズリバイブ。北斗の拳最新スマートフォンゲームがついに登場。原作ストーリーを第1話から忠実に再現。指先一つで爽快なコンボを決めろ。勝利の鍵はタップアクションが握る。タイミングを見極めて派手な奥義を達成させろ。北斗百裂拳。友と出会い記憶を集め新たな伝承者となり、宿命のバトルが今幕を上げる。君の手で北斗を取り戻せ。北斗の拳レジェンズリバイブ。お前は欢迎我们的岩本制作人跟我们李先生再次来到我们现场。我们刚刚看了，我们就是北斗在林的一个预告哈。然后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呢，我们的游戏设计人员今天也有到我们现场，所以呢，现在可以让我们现在目前聊天室的伙伴们，如果你们有任何对于这个游戏的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目前在我们的聊天室开始去询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在之后的环节，我们会将这些问题提出来，直接让我们的设计者呢直接在现场回答大家的问题。OK， 好，那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岩本制作人以及我们的李威先生，谢谢。好久不见呢，好久不见。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更帅了一点，然后也更累了一点。看起来有点稍微更累了一点点哈。OK， 那在这个环节呢，我必须要请，就是因为呢，上次我们这次的观众们呢，有一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北斗在林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可能没有跟到我们上次的实况内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岩本制作人呢，可以在今天再告诉大家一次，到底北斗在林是什么样的游戏。那我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後順便就介紹一下。じゃあまずゆうさんに対して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で、あと北斗リバイブはどういうゲームなのか簡単に紹介をお願い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台湾の皆さんどうもこんばんは。北斗リバイブのプロデューサーをしておりますセガゲームス岩本と言います。このタイトルは北斗35周年を記念して、作られたタイトルです。大家好，我是那个 Sega Games 的制作人岩本耕平。那本作《北斗之拳传承者在临》是纪念这个去年北斗之拳35周年纪念吧，它的一个纪念遊戲这样子。北斗の一子相伝の歴史が途絶えた時代に立って、ユーザーは新しい、新たなる伝承者として、北斗の記憶を集めながらもう一度その愛の伝説をリバイブする、そういうゲームになっています。那本作的话就是一个纪念35周年的游戏嘛，那就是说依照我们的原作
这个原作再现的一个展开，然后玩家化身为这个一个新的传承者，因为它的时代是设定在这个北斗之拳是一直传承的嘛，好、一个断绝的时代，那玩家化身为一个新的传承者这样子，哈、没错。好，这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北斗再临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理念。好的，那么就是这一次呢，很高兴我们岩本的制作人又到我们的现场。然后我刚刚在后台我们在稍微聊的过程中，其实我知道就是岩本制作人是不是似乎有一些讯息想要带给我们目前有在接触这款游戏的玩家呢？先ほど打ち合わせでちらっと聞きましたが、なんか今日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お話がある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まず本当にこのタイトルリリース前からいろいろ説明というかね、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て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だいたユーザーさんってたくさん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ずその人たちに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というためにやってみました。首先的话就是说哈，这是我们游戏在上市之前也有做过一些说明嘛，对不对？对，跟玩家说明说这是一款介绍，这是一款什么游戏。那也很多原作的粉丝呢，相对的也很期待我们这款游戏这样子哈。那首先要对这些支持我们游戏的各位玩家们先说声抱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突然要跟大家做抱歉呢？9月の5日にサービスを始め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僕たちとしては十分な準備をしてたつもりなんですが、かなりたくさんの方がわっと入ってきていただいて、ちょっと僕たちの準備がやっぱり結果足りなくてなかなかログインができないとかサーバーが重たい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ちゃんと遊べ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お叱りの意見というのがたくさん届いたんですね。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在上线的初期的时候，在9月5号正式上线了嘛，哈。那在上线的时候，上线之前，我们的团队当然都做了相当的准备，都做了我们觉得做了充分的准备。是。但实际上呢，游戏上线之后的玩家涌入的一个情况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就发生了比较多的那个无法登录游戏啊，或者是游戏读取时间会发生比较长的问题啊。首先是这一点这样子。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要一开始我有点吓到，因为很少就是有制作团队一来是先道歉的，对不对？びっくりしました。入場早々謝るか。对，但以这样的状况，因为既然就是原本制作人今天目前会将这个讯息带给大家，那表示现在是不是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呢？サーバーの状況はもう安定されている感じですか？そうですね、安定というか一旦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その応急処置っていう言葉が適切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一旦その皆さんにご迷惑をかけてた部分っていうのは一旦傷を塞いでるっていう状態が現状です。目前的现状有没有？我们但是已经做了这个紧急的处理，做了紧急的处理。那目前的话，以他来说的话，就是说感觉先把伤口塞住了，这种感觉做了紧急处理这样子。是因为我有去玩啊，那因为我去玩的时候过程中，因为这个游戏本身是像我们上次体验的时候，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以它好玩的程度来讲，我去玩的时候，我是比较幸运，我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这也代表这个游戏是成功的游戏。達也さんもリリース初期でもプレイしていて、とても面白いゲーム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で自分自身はそういうローディングが長いとか重いとかそういう状況は自分は発生してい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るほど。いろんなプレイする時間によって状況が違ったりもするんですけど。今お話ししたように一旦は傷は塞いでいるものの、これからだいたい10月1ヶ月ぐらいかけて根本的な改修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てですね、皆さんに改めて安心してプレイしてもらえるような状況にやっていこうと今開発チーム一度や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就是说原本制作人是说有没有？那就像他刚刚讲的。目前是感觉先帮伤口塞住的一个紧急措施。那我们这整个10月份有没有会尽量的把整个问题做了一个做根本的改善，为了提供玩家更好的一个环境这样子。那我们开发团队都会上下一条心，然后在这个月份把这个做完这样子。真的是蛮了不起负责的。我要看到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觉得就是原本制作人开始有点很疲累，因为我相信一直在处理这方面的很辛苦，因为毕竟身上背负压力很大，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游戏。对，通りで見えます。そうですね。皆さんのお気持ちに応えるのがもう今精一杯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ちょっとしっかり期待には応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就是说，为了回应玩家对我们这款游戏的期待了，那我们当然是尽全力，真的是尽全力，然后去赶快把这个最基本的地方嘛，把这个游戏环境弄到好，这样子。没有错，一定我们不会辜负玩家的心意，这样子。没有错。好的，那既然我们现在目前游戏已经安定下来了，就是比较现在目前的所有
有的状况都比较稳定了。那是否今天会有我们非常期待之后的一些发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原本制作人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的一些新讯息呢？在这之前，我们上个礼拜有装个新角色。新角色，对，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新角色，好，那我们可以先到这个新角色嘛。じゃあとても楽しみにしてます。今後の展開については、ちなみにちょっと話題変わりますけれども、先週にはある人気キャラクターを追加された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そ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ついてのご紹介をお願い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わかりました。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このゲームは魅力的なキャラクターが、皆さんが一番待ち望んでいるところだと思うので、今日はちょっと10代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が、僕はこんなに疲れているので今日はちょっと助っ人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就是说，那对我们在上周新装了一位，就是新进了一位那个人气的角色嘛，他叫球杀。对，球杀，他是在原作中也很有人气的角色。那就因为所说他今天比较累了嘛，对不对？看起来累。是看起来是稍微。他今天请了一个助拳人，好不好？我们就请这个他互换这位助拳人，可以吗？好，那请我们制作人来准备，せーの。堀川君。我想说他会从上面下一车，不是要从上面上から出来。你好。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改めて、この開発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を務めました堀川でございます。好的。那他这位是我们的这个开发总监的绝川先生。是的，欢迎我们的开发总监绝川先生，谢谢。欢迎来到这个地方。那就是呢，我们今天呢要由我们的绝川先生呢来告诉我们这个新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那我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じゃあまず自己紹介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台湾の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セガゲームズの堀川です。ペイト在林。北斗在林の開発ディレクターを務め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台湾的玩家大家好，我是 Sega Games 的绝川，那我是担任本作北斗在林的制作人，还请大家多指教。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我们希望就是这个角色呢，他是上个礼拜才刚新登入的角色，那是否可以请我们的就是绝川先生跟我们讲述一下这个角色呢？じゃあ先週新しい追加された実装されたジュルさんについて紹介をお願い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端末をですね。那我没有准备。こちらの新しく追加されたユーザー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今回という3体目の UR 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ります。首先的话，本作新增上周新加这个球杀这个角色，他是目前这里第3位的 UR 角色。第3位的 UR 角色。今回初めて力対決というところで追加されるキャラクターなんですけれども、非常に攻撃に特化した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ります。那这位角色是首次登场的历史性的力量属性的 UR 角色，他是针对攻击力所刻画的。でですね、今回このジューザと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なんですけど、非常にもともと攻撃力が高いキャラクター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注目すべきはこのキャラクターが持つスキルを決められます。那首先的话，就像他讲，他是一位很注重攻击性刻画的一个角色。那首先我们先注重化对他的技能方面。まずですね、目的が体タイプというタイプのキャラクターですと、これはもう与えるダメージは 50% 増強します。首先的话有没有？它是练攻击力的刻画的角色嘛，所以首先力属性的角色，它跟攻击力感就很强的，对，它就更强。さらにですね、クリティカルが出たときは自身の最大 HP の 10% をさらに追加ダメージで与えるので、もっとよりダメージが与えられる。仮にクリティカルが出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ですね、闘気が 20% 上昇するので、クリティカルが仮に出ても出なくても攻撃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さらに攻撃がしやすくなる。就是说他在进行攻击的时候，有没有？它容易出现暴击嘛，暴击的几率。那它出现暴击的时候，还会再加上给你自身 HP 上限10%的追加伤害。对，而且不止这样，就算没有出现暴击的话，有没有？它还可以提升自己，就它只要进行攻击就可以提升自己的斗气，来就是要发出那奥义的。続きまして奥義に関して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雪壁排水晶という工具を発明します。接下来的话，说明它的奥义的部分，它奥义的名称叫极地背水掌。これがですね、さらにクリティカルを排水っていう効果がつくんですね、このスキルを打つと。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まずクリティカルが 40% アップします。首先的话，它这个极地背水掌有没有使出的话，它可以赋予自己背水的这个状态，是将它自身的暴击率提升40%。他那个伤害421%，这是正常的吗？这个现在421%这么高是正常的吗？今これすごいレベルが悪いのでどんどん強くなっていく。这随着等级提升可以越来越高的。でさらにですね、攻撃力が 15% 上がって自身の攻撃力がで相手の防御力を 15% 下げるので、さらにダメージが強くなるんですね。而且它除了这个提升暴击率40%之外，它可以提升自己的攻击力15%，然后防御力降低15%，敌方防御力降低15%这样子哈。那这样能够引出更大的伤害。而且它的效果还可以跟其他的权势的 buff 在一起叠加，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限定的东西。他の剣士と他のキャラクターのバーも追加使われますよね。そうです。なので他の剣士で全体的に攻撃を上げるとか下げる、防御力を下げるみたいなバフがあった場合は。ダブルで効果が発揮。就是说，它可以加成其他全势的 buff 技能，然后再叠加上去，可以引出它更大的攻击力。是。まずここだけ説明しただけでもかなり攻撃特攻、攻撃力がすごい強いキャラクター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ここでもう一個特筆すべきは、この銃座を星4に七星解放した時に出るこのユニークパッシブスキル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強いです。那就是还有一个技能有没有？虽然它这样已经很强了有没有？那但是如果再让它进行7星转身转到4星的话，它可以发挥这个被动技能背水之拳。何が強いかというと、まず自身の攻撃増加量が上がりますので、攻撃増加量っていうのが、マックスになると奥義が出るよう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さらに奥義が打ちやすくなるっていうところ。首先的话，它这个背水之拳是怎么样一个技能呢？它就是说战斗时可以提升自己的斗气增加量，就让你更容易使出奥义，更快使出奥义这样。さらにですね、現在の自分の HP が低くなれば低いほどダメージが上昇していくので、まさに、この銃座とラオウが戦った原作の再現ではないですけれども、本当に自分の命が尽きる時になればなるほどやはり攻撃が上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のはこのキャラクターならではです。那就是说，它除了这之外，还有它自己的，如果 HP 越低的话，它可以造成敌人的伤害越高，最高到20%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呢？就是说，它这原作中有没有它跟拉欧在做1对1对决的时候，它真的是拼上自己。对。所以就是说，有点像是要怎么讲呢？就是原作在线的这种。而且它在这个整个设定上面，因为跟原作很像，它其实会让人家会觉得说，它就是越低，其实会对这个角色越危险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它的 HP 越少，它的攻击越高。对，非常的。そうです。はい。これらのスキルをですね、うまいこと使っていくと本当に攻撃力がすごい高い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るんです。打って上がってカンボ。对，就是说，如果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玩家好好使用这个角色，真的是攻击越来越上升，越来越叠加的。对，没错。こちらが大まかな説明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実際にバトルをしてみて、この銃座を使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います。那我们这个角色的说明有没有大致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来试试看，就是直接用它来参加战斗这样，看看好不好？好的。这个是它的这个2D 插画的一个部分。要学他的动作。我不行。我觉得他的脚也太开了吧！他的脚有点，我是踢起来，我应该可以踢到这么高，这么高应该是可以，可是太抽筋了，有点快抽筋了。对。OK， 那我们就进入战斗，直接实际的观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观众呢，在看这个方面的时候，大家我们都已经知道就是球杀基本的魅力了，但是没有看过他真的实际战斗的画面。我们直接以实际战斗画面让观众来体验它的美好。毕竟他这么强，好期待看他的动画。对啊，因为他们的动画都超帅的。因为
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它是用繁体，我们现在是展示繁体版的游戏嘛，是它不讲中文的，所以在操作的时候会有点迷失。没事，大丈夫，大丈夫。今回編成したのは非常に僕がお気に入り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いいます使っていて、すごい面白いキャラクターでして。这是所编制的角色，是我们绝川先生他自己很喜欢的角色。哦。では。各位观众记得吗？这个游戏里面有一直要画北斗星星的这个特点。在第7个的时候按下去。对，没有错，你还记得哎，棒！我这阵子有玩，有用心。公子一差太多了吧？公子一差太多了吧？Overpower， 可以用了。他等一下要等，因为他最后有个强敌出现的时候，现在用这个，他现在用普攻都已经强成这个样子了，他用攻。ユーザーを使いたい。哦，今行きますか？やっぱサウザーにします。そうですね。他先用这个烧炸，天翔十字凤，这是我们实况界的大哥。卤蛋很喜欢的一招。伤害也太高了。对，强敌来了。まだ使いません。使いません。先不要用，先不要用。老太已经死了，老太已经死了，老太已经死了。これは行きたいように。行きますか。行きますか。いやー、ユーザー。龙鹤，天狼洞牙拳。これ当日になったので、このキャラクター動けなくなるんですけども、他如果这样，他就被冷冻了，他就不会动。它会有个debuff状态。他那个脸会。なんと究極の大総裁権。哦 ，main event， main event， いきます。撃敗戦勝。これが雲の13の生き方よ。很帅，然后攻击有点太强了，攻击超强。攻击力要不然很高那一次。っていう感じでございます。那就以上大概是他的一个实际操作的部分。太厉害了。这个角色真的很强哎，とても強いです。人との前と。然后看起来又很骚。原本是说对，他这个角色真的很帅，他真的很帅。とてもかっこよかった。没有错。好，那以上是我们球杀部分的一个介绍。OK， 这是我们今天要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角色球杀。我们觉得我们非常期待他在正式上次如果加入的玩家的手机之后呢，大家可以试着去使用它的，因为它真的太强了，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来是听说有一个新的系统要带给大家，因为这算是一个蛮新，反正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消息。那请问这个新系统是什么呢？はい。はい。今後新しく追加している予定のコンテンツとしまして、10人組むというコンテンツを予定しています。首先的话 ，OK，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之后的必定新追加的一个游戏内容，它的名称叫做10人过招。10人过招。
10人过招。那我们用那个资料来 OK， 看，好的，跟大家说明好不好？我们制作小组呢有准备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 PowerPoint， 它整理的比较清楚。那我们直接进我们的 PowerPoint。先日ちょっと1日だけのベータテストっていうの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っとこれもこちらの準備がちょっとうまくいっておらず、皆さん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だいたのですみませんでした。这10人过招的部分有没有？其实为了追求那个正式上线后的安定，有没有？在昨天实施了试玩版，beta 版的部分这样子。那昨天试玩果然就是还是有出现问题的。那在此先跟各位玩家抱歉。今日は本来皆さんにね、こうやって遊んでいただきたかったんですっていうところをちょっとお話し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す。那今天的话就是由我们决川的总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之后这款这个10人过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这样。是。好。OK， 那我们首先就下一页。次のページに。はい。下一页。はい。でまず10人組手とはどういうものなのかという説明なんですけれども、10人組手、闘技場で新しく追加されるそのプレイヤー同士でランキングを競うコンテンツになっています。首先的话，10人过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由我们玩家跟玩家之间来对决，然后争取排名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好的。で大きく予選と本戦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そこでバトルを繰り広げてその日の優勝者を決定するという PVP コンテンツ。哦，对，那它是一个 PVP 的内容哈，就是说它分为预赛跟正赛这样子。下一页。この10人組手の予選の、説明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ず予選に限らず10人組手は1対1の対マンバトルで行います。那首先先说明这个预赛部分，预赛部分首先它是1对1的单挑。で通常バトル6人編成で行われ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10人組手に関してはキャラクター同士1対1でバトルをします。那我们一般游戏在进行的时候，相关玩家有玩的玩家知道，说我们都是最多可以编制6位角色嘛，去进行战斗。那但是在这个预选的时候是1对1单挑这样。これもさっきの10だとかね。そうです。はい。もはや無敵です。無敵です。就是说我们刚刚有介绍那个球杀这位角色有没有哈？在这里真的很派得上场。因为1对1单挑，如果是1对1单挑的话，你打我越多血，我越强嘛，是这样的感觉。まあ確かに1対1のタイマンだったら、攻撃力強特化されるユーザーは、チューザーは、そうですね。かなり強いと思いますね。なので本当単純な戦闘力だけじゃなくて、ユーザーみたいに単体の敵に対してすごい攻撃力を発揮するやんとか、自分自身にバフをかけたりとか、自分自身に回復をできるようなキャラクターっていうのはこの10人組には一定付け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っています。就是说你在选择要参赛这个预赛的一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哈？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用那个球杀的话，有没有哈？就是说它攻击力很强啊，还有很多这种强化攻击的技能，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说有是可以提升自己加自己 buff 或者是恢复的体力的这些技能的角色来说的话，相信是相对有利。因为必须要有续战力。对，没错。で右側のご説明にな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今回10人組手は全部で10体のキャラクターでチームを編成します。首先的话，他们接下来要说明是，他们虽然是1对1的战斗，对不对？可是你要先选出10名，10名全是，对，你要先选择10个角色。で今1、2、3、4と右上にナンバーが来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順番で1対1で戦っていきます。那像我们的画面的右边那张图，它不是上面角色 icon 上面有编号嘛，1、2、3、4、5、6这样子，是，就是照这个编号的顺序来进行1对1的战斗。で実際勝利回数と、ポイントによってランキングを競う感じです。然后实际的根据这个获胜的场次有没有？是，还有你累积获得的点数来看这个谁胜谁输这样。是。なので対戦相手が例えば第1試合目でどう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で来るのか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を見ながら自分はこのキャラクターだったらこのキャラクターを出したらい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を、戦略だっていうのが、面白い。就是说，那它这个一个题图为一个有趣的地方有没有？就是说它还是要需要战略性的啦。就是说你在编制你自己的10人队伍的时候，你要思考说，那我对到角色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对不对？那有利或不有利之类来编制你这个10人队伍。
其实这跟就是运动竞赛有点类似，因为像我们运动竞赛也会有所谓的前锋、中间跟大将，就是这样子排下来，所以你要安排说自己的东西，可能这个角色对到谁比较有利，他可能在这边被打下来，他可能下一个角色马上接上去，他还更有利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道理。本当にちょっとスポーツ運動にもちょっと似ていますね。先鋒、代表とか中間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考えて、編成する感じです。まさにですね、今回この予選というのが、勝ち進んでいたランキング上位8名が本戦に進むんですけれども、本戦がまさに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な戦い方になってます。就是说，没错，就是如您所说的，虽然我们在预赛的时候有没有？预赛的时候是10位角色1对1战斗嘛，对不对？然后进入这个你获得的场次跟那个会依据你获得的场次跟点出来排名是。得到前8名的就会进入到正赛的资格。那在正赛的时候，其实就像你讲的，有先锋、中间、大将。下一页麻烦。こちらが本戦の説明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ず先ほどの10体いたキャラクターを333の1チーム3人で333でチームを編成します。首先的话就是说，像刚刚讲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是有个先锋、中间、大将的概念。是。那像把刚刚你的10人的这10名这个角色呢，分为333的部分。準々決勝、準決勝、決勝でどういう風な編成で組むかというところが戦略性を求められます。就是说你要思考在编制这个队伍的时候，你要思考说准决赛啊、决赛啊之类这样。是，的确。なので、決勝で強いキャラクターを持ってくるっていうのは、正攻法ではありますけれども、負けてしまってはいいのがないので、準々決勝とかでどういうふうに勝っ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醍醐味になりますね。就是说，它这个题库位，这个游戏玩法有题库位，就是说，当然我们把比较强、战斗力比较强的角色安排在最后的决赛，这当然也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你在前面准决赛就输掉了，那就没有了。对，没错。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部分的。一般来讲，平衡的分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不可能每个角色都这么强。那以平衡的分配的话，其实可以让你挺进到后面的决赛。おっしゃる通り、準々決勝とか、普段も後がないので、そういうキャラクターの編成自体バランスは結構重要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ね。はい。でさらにですね、これ先鋒、中堅、大将という形で、この3チームの中でも順番に戦っていきま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分为先锋、中间、大将啊，这是日文的一个表示啊。这个中文的表示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我先这样讲。它是先锋、中间、大将，那就是用有点像淘汰赛的方式，一个就留下来这样。自分の先鋒対相手の先鋒で戦って負けた方が、次の中堅が出てく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中堅は自分が勝った場合は、この自分の先鋒対中堅という形で勝ち抜き戦を行う。它就是一个淘汰赛的一个玩法，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先锋对先锋，那你赢了对方，对不对？对方就换中间上来，再跟你的先锋继续。OK。なのでこの準々決勝とかで戦う3人の中でも先鋒、中堅、大将でどういう風な順番でする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もやはり勝利の鍵になります。那所以如何安排你这个先锋、中间、大将的一个成员有没有像是这个胜利之钥吧？因为这样子听下来的话，如果因为有2种做法，一种是就是先锋对先锋，中间对中间，但如果这样做法的话，一开始放球杀也是蛮强的。じゃあ例えばもう最初に準々決勝でもう13回入れて也很強。結構使います。そうですね。对，他越少，他越強啊，对不对？うまくいけば勝ち続ける。そうです。ただこれ準々決勝で10打を使ってしまうと、準決勝では10打使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そこをどこで使うかっていうところ。对，那比如说你在就像你讲，在一开始就放球杀，可是那有可能他如果中间或最后输掉的时候，你在决赛的时候没办法。就用发挥它的价值，所以要思考这一点也是这个一个有趣战略性的地方。没错。本戦の、醍醐味としては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で、右側のスライドになりますが、接下来是右边的这张，我们花粉的右边的部分。是。こういった形でトーナメント形式で勝ち上がっていきます。是。就是用这个淘汰赛的方式啊，去选出优胜者这样。好的。で優勝者を含めてランキングに応じて報酬がもらえ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こでしか手に入らない専用のメダルで10人組手メダル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ます。就
就是说在这里有没有？我们在这里正赛这个部分有没有会依据排名，但是依据你的排名有没有？将可以获得只能在这个10人过招里面获得到的一个道具，叫10人过招金牌。是10人过招金牌。でこの10人組手メダ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って専用のショップでさまざまなアイテムだったりとかカツラというものと交換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你获得这个10人过招金牌有没有？可以在这个10人过招专用商店里面交换各式各样只有在这里会有的道具。で先ほど僕がプレイしたバトルの編成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実はあそこで使ったキャラクターっていうのは全部10人組手ではかなり使えるキャラクターで1対1に強い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ります。就是其实他刚在介绍球赛的时候，不是有实际进行战斗的操作吗？是。他那时候的编制的队伍的成员有没有哈？角色其实都是能在这个10人过招能发挥他能力的角色。那个 VOD 倒回去看一下 ，VOD 倒回去看一下。因为我们去看，我们玩家才会知道哪几个角色设计者自己说很强啊，设计者自己说很强啊。ちょっと見れますか？はい。这个都在派上用场。沙乌萨、萨克、朱萨、雷，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把它截图下来。截图下来，截图下来。截图下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好，下面，那以上就是我们10人过招的一个介绍这样。而且这个游戏我在目前听下来就是可凡，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游戏它不是单纯的就是完全用力量在取胜的？因为你要去思考说我现在这个角色，因为还是有所谓的角色互相对抗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好，我这个角色超强，我全部放先锋，那他可能下面他就死掉，他也没办法让你thủ进去。所以其实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对，我觉得这个就更加战略性了。如果这个有电竞，你去参加，你就有机会成为电竞选手了。对，他或许有机会成为选手。对，好像还不错。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记不记得各位观众，我们刚刚在大概15分钟之前呢，我们跟就是观众讲过。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刷一些关于我们这一次制作人有幸来到现场，他有一些问题，如果询问他的话呢，他现在就可以回答大家就是刚刚询问的问题。那目前的状况呢，是我们等一下会拿到就是我们的这个纸条呢，然后让我们的绝川制作人直接告诉大家，回答大家就是关于这些制作方面的问题。ご紹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で、それより先ほども皆様に伝えましたが、今日はせっかく2人から来て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で、ユーザーの質問をぜひお二人に答えていただければ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ので。なるほど。はい。今日はね僕一人じゃないんでね。いつもより勇気があります。虽然他说他今天不是一个人，他今天不是一个人啦，所以他今天比较放一点，比较不会对，これから何でも答えます。因为有问题可以丢给他，有问题可以丢给他。いろいろねちょっと交代で喋っ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が、まず一つ目、ご質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首先的话，谢谢这位玩家提问的问题。IP コラボの予定はありますか？首先有没有那个IP 联动合作的计划呢？はい。じゃあこれ僕からですけれども、相手のあることなので現時点で何か確定しているものは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他のいわゆるその同じ時代になんですかね、人気だった、いろんな他のアニメとか漫画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との IP は僕自身が絶対や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期待して待っててください。首先第一个 IP 联动的预定有没有？这个点请我们原本制作人来回答哈。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目前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的，但其实要跟版权方做一些协商或什么的。是。那但以原本制作人的角度来说，是务必要做，而且是他的希望，他的一个方向是说，跟北斗之拳同年代的一些作品。是他务必想要跟这些同年代的一些知名作品有没有一起做？他觉得这样子一定很不错。的确没有错。じゃあ次、これからちょっと答えてください。ユーザー同士が戦うリアルイベントはありますか？ガチパチ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很有趣。第二个问题，玩家询问说有没有这个玩家实际上进行对战，就是真人快打那种，实际上进行对战的一个线下活动。你想打，他想打，因为他是
プロレスラーをやってみるのがこれだからどんどん自分にバフラオコスプレイ。ラオコスプレイ。1対1で死ぬやつです。そうですね。就跟你1对1单挑会死的。会死人啊！太可怕了。ちょっと今現状そういったユーザーとして戦うリアルイベントっていうものはまだ今のところは予定はされてはい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もし10人例えばリアル10人組みたいなものがあった場合は超大团ね。超大团ね。まずニーズがあるのかを一回皆さんに聞いてみたいね。就是说，目前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划，那如果真的想要做这种线下真人对战的线下活动的话，首先先来个就是有没有觉得10人过招？10人过招，10人过招应该蛮有趣的。而且我想要延伸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我其实因为这是刚刚是说那个就是线下赛嘛，因为是现场的活动。那我希望可不可以看到制作人跟就是我们的设计团队的那个总执行呢，可以 cosplay 里面的角色做线下赛的活动。じゃあもしまあ勝也さんの質問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し本当にユーザー同士で戦うリアルイベントがあれば、ぜひ岩本さんと堀川さんにキャラクターをコスプレして参加してもらって、僕たち家族が死ぬわけにはいかない。他说我们还要养家，家族还要养家不能死。可以养家，然后拿手机对打嘛？可以 cosplay 拿手机对打，不用。じゃあコスプレしていただいて、ゲームだけの対戦。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はい。それでしたらいいですね。はい。じゃあ次は私ですけれども。下一个问题的话，就请我们原本制作人来回答。タイトルの中にある伝承者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はどういう設定ですか、登場しますかというご質問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就是说有玩家提问说我们这个游戏叫传承者在临嘛，那这个传承者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设定呢？これさっきの資料の表紙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画面で出ますからね。就是首先的话，都会帮我弄一下我的那个封面图，第一页跟主视觉的那一页。1枚目のタイトル画面みたいなのが出ると。そうですね。今回伝承者再臨というタイトルのこの伝承者って何です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タイトルロゴのですね、実は下に白いローブをまとっているキャラクターがいるんですね。首先的话，为什么叫传承者在临呢？首先先看我们这张主视觉，它在我们 logo 的正下方有一位身穿斗篷的神秘角色。周りにすごくもう濃いキャラクターがたくさんいるんで、なかなか気づかないんですけれど。虽然周遭都是一些很浓的角色，很有味道的一些角色，很强烈的一些角色，味道有点重的。对，所以比较难发现它的存在的。今回そのテーマとしてその一子相伝が途絶えた時代というその時代設定を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皆さんが知ってるケンシロウとかラオウとかが生きた時代から一度北斗神拳の歴史が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この新たなる伝承者というのがこのローブをまとっている人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が新たな北斗神拳を紡いでいくんだという設定になっています。那我们这部游戏的这个一个设定就是说，有没有它的时代是发生在一个北斗之拳有没有一直相传一个已经断绝的一个时代。那主角就是发生为这个斗篷的神秘人嘛，他就是这个新的传承者，就是我们传承者在里的这个传承者，由他来继续把这个北斗的历史有没有他的一个北斗之拳的故事发展下去。是。なので私たち今究極の原作追体験というテーマを掲げて、第1話から忠実に、今ある北斗の物語をお届け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原作者の方々とも未来の北斗を一緒に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ようなお話もしているので、いつかこのゲームの中でこの白いローブを着た人物が誰な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含めて作り上げていけたらなと。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戏有没有就标榜着一个最大标榜的一个招牌，就是救急的原作追体验这个部分。那它会从我们原作第一话有玩的玩家知道，我们从原作第一话一直就是很原作在线的发展下去。是。那当一个原作一个完结的时候有没有？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是构思是说就是由玩家嘛作为传承者，新的传承者来继续编织一个新的北斗之拳的这个故事。这个是跟我们原作者袁哲夫老师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的故事。而且以这样的状况来讲，其实是玩家创作的角色去跟那些比较知名的那些角色做互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とても面白いと思います。ユーザー自身が伝承者とても面白くて大変感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自身もねそこはすごくこのタイトルの未来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ね。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团队也是对这个游戏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呢，相当的一个兴奋跟期待的。まだ時間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じゃあ次これいってみます。はい。堀川ディレクターのおすすめキャラクターはどのキャラですか？就是说，接下来的话，时间应该还够嘛，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决川总监他喜欢的角色，他推荐的角色，应该说他推荐角色是谁呢？在决川先生回答之前，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下，问这个问题的观众很聪明，因为设计者自己设计出来的角色，他挂保证的强嘛，对不对？很聪明。質問を提出したユーザーはとても頭いいです。なぜかというと、今日は開発者がご紹介しますね。開発者の勧めキャラが間違いないそうですね。さっき散々ジューザを勧めてて、ジューザ以外だったら面白いですね。不能再讲他了，不能再讲他了。原本制作就是说，刚刚我们那么努力的推，有没有？跟他那么大力的推了球杀的角色，如果在这时候他推荐的其实是球杀之外的角色，那还蛮爆笑的。我設定一下这个角色嘛，球杀以外，他今ハゼさんがじゃあルールを設定します。ジューザー以外のキャラクター。なるほど。これがいいですね。最高です。最高です。確かに。そうですね。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ハートですね。ハート様。ハートですか。はい。でもなぜかというと、ハートはやはり縦と体タイプで前衛に置くと縦になるので、他のキャラクター、後衛のキャラクターを守ってくれるんです。首先的话是我们红心 K 有没有哈？我们叫日本的都叫红心大人嘛，对不对？对，它是一个体力型的属性的角色，那它是当坦克的那种，对，它可以保護，就是当坦克坦后卫的。他看起来也是坦克，他看起来也是坦克。坦克のまま。でさらに普通の激闘クエストだったりとかでかけらを集めやすいっていうのと、実際ショップでもかけらを購入専用メダルで購入でき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非常に腰を上げやすいので、そこが魅力です。而且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肌肉任务里面有没有直接去收集到它的碎片，然后在商店的时候商店有时候也可以买得到，直接买得到它的碎片，所以你要把它提升星数的时候的话，其实蛮容易的。它是 CP 值超高的低星战神。とてもコスパが高い。そういう確実に強くなる。そうですね。他是一个超胖的角色。变强越越胖呢。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じゃあ最後いきますか。はい、最後一个问题。还有时间吗？最後一个问题。じゃあ最後ね。最後。何かしらオフライン、さっ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オフラインイベントとかファンミーティングみたいなことって予定されてます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ですね。こちらも現状はまだ日本もそうですし、台湾も海外も含めて現状具体的に決めてることはまだ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非常に本当に9月1ヶ月を見ても何十万っていう方が熱狂していただいたっていうところを考えると、何かしら皆さんと一緒にね、この北斗の物語を共有できる場所、時間っていうのは作っていけ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首先的话，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玩家提问说有没有线下活动之类这种活动啊，或者粉丝会议的那一种，是线下活动可以参加呢？那我们原本制作人是觉得说，那真的是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决定嘛那但是就是我们从上线到现在有没有当然也讲过，就是说超过我们想象多的数量的玩家，真的很喜欢我们这款游戏。那就是现在有那几十万人那么喜欢我们游戏，玩我们的游戏有没有？那制作人本身也想说，那如果有一天能办这种线下聚会，线下活动的话，跟大家一起，这是狂热北斗的办红星大礼，对，办 cosplay 那个红星大礼，大家到现场。对，那这样的话现场一定很热闹。对，就自己也蛮期待的这样。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制作人团队呢回答各位观众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会进一个小小的广告，听说回来有个任务希望我们来执行。好，就2位制作人要给我们一些挑战。你在旁边空很久了。OK。对。好，那我们现在先进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史上最強の暗殺剣北斗神拳。
一子相伝の歴史は失われたかに見えた。今再び推しの声に導かれて新たなる伝承者がその指先にファクトを取り戻す。北斗の拳レジェンズリバイブ。北斗の拳最新スマートフォンゲームがついに登場。原作ストーリーを第1話から忠実に再現。指先一つで爽快なコンボを決めろ。勝利の鍵はタップアクションが握る。タイミングを見極めてド派手な奥義を発揮させろ。北斗百裂拳。友と出会い記憶を集め新たな伝承者となり、宿命のバトルが今幕を上げる。君の手でファクトを取り戻せ。北斗の拳レジェンズリバイブ。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史上最強の暗殺剣北斗神拳。一子相伝の歴史は失われたかに見えた。今再び推しの声に導かれて新たなる伝承者がその指先にファクトを取り戻す。北斗の拳レジェンズリバイブ。北斗の拳最新スマートフォンゲームがついに登場。原作ストーリーを第1話から忠実に再現。指先一つで爽快な史上最強の暗殺剣北斗神拳。一子相伝の歴史は失われたかに見えた。今再び推しの声に導かれて新たなる伝承者がその指先にファクトを取り戻す。北斗の拳レジェンズリバイブ。北斗の拳最新スマートフォンゲームがついに登場。原作ストーリーを第1話から忠実に再現。指先一つで爽快なコンボを決めろ。勝利の鍵はタップアクションが握る。タイミングを見極めてド派手な奥義を発揮させろ。北斗百裂拳。友と出会い記憶を集め新たな伝承者となり、宿命のバトルが今幕を上げる。君の手でファクトを取り戻せ。北斗の拳レジェンズリバイブ。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
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希。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大家赶快一起来加入吧！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玩具来有闲，买公仔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有钱开心买。算了吧。小猫猫，出来吧，到家啦。好了，everyone，我是二王卡子雅，欢迎回到二王传说。我旁边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凡。闭嘴。OK， 我们在旁边一样是我们的北斗在领的制作团队的岩本先生以及举川先生。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的岩本先生呢有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挑战，算是任务。那这个任务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岩本制作人也给我们一个任务，记得吗？我们设计了一个角色。哦，杂鱼是吗？对，记得吗？那你记得这个吗？还在耶，你记得这个吗？这还没擦掉。对。等一下，这已经放了2个多月。好扯哦，多喜欢这个。然后因为觉得这可以辟邪啦，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形象是可以辟邪。那因为这次上次我们已经画杂鱼了，那这一次会希望我们设计什么样的角色呢？そうですね。という印象が山本さんより与えられましたので、今回はどういうテーマでなんですか？はい。今回はですね、さっきユーザーの視聴者の方からのご質問にもありました、伝承者という。麻烦进我们的那个主画面。伝承者って何ですかっていうご質問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出ましたね、この白いフードのさっきね僕たちが話していた新たなる伝承者っていうものでどんな人なんでしょうね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皆さんに考えていただきたい。就是说我们刚在中影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新的传承者这位
就是玩家嘛，这个角色对不对？那我们这次的关于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原本制作人的任务有没有哈？就是说，可以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斗篷下面的真正长怎么样这样子。哦，蛮有趣，所以我们要画的是正中间这位下面这个斗篷的人。じゃあ今回のミッションについては、まさかこの新たな伝承者をの生涯を描くみたいな。この白いフードを取ったらどんな人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大家画一下，有没有？他这个斗篷这个摘掉之后，他到底长怎么样 ？OK， 那参加者有哪些人呢？じゃあ誰が参加するんですか？これお二人は書いていただいて。那你们两位务必请。我们两位好 ，OK。あと堀川すごい下手なの知ってるじゃん。決勝行きます。接下来那我男人嘛，决川也来嘛，对不对？ OK， 3枚必要。戦いにはやっぱ3枚必要。那3张，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3枚3人で書く方が公平だ。因为确保我们的制作人不会只有选他。なぜかというとカファンさん。2人だけだもう絶対岩間さんもカファンさんのように。そうだね。そうだね。有你新手上啊。いやカファンさんの手で。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さよなら。不要哭，不要哭。2ヶ月以上活中，一つ歴史が。他已经活了2年。歴史が終わったね。他说原本只有一个历史就这样结束。对。好，那我们限时5分钟。じゃあ5分。5分鐘左右。5分以内で書いてください。はい。はい、準備スタート。どんな感じで。そもそもね、人間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ですね。制作人说，搞不好是不是人类也不知道，你知道吗？そうね。どういう人が北斗神拳を継承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ね。他到底是谁会来继承这个北斗之拳呢？サツヤさんとても集中してますか？ね、MC が人の話を聞くのをやめてしまいました。我々の会話はあまり反応がないという。不要脱衣服，我们不是这种节目，我们不是这种节目，我们不是这种。なぜ脱くんです？この番組じゃない。这是刚刚那个。暑いな。为什么？さっき消し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ね。びっくりしました。而且为什么这个也在？なんで T シャツになったんですか？制作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这样画的吗？そもそもこのこのキャラクターはなぜこういう感じ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るのは原因をしていますか？わからない。他不知道。这是这个是我不会写汉字。那他是说这个角色，这是台湾的流氓。8+9。こちらにこれカルバンクラインのベッドですからね。这是凯文克莱因。一个名牌。对啊，就凯文克莱因。CK 啊 CK。この T シャツ今ねユニクロで売ってます。这衣服现在优衣库有在卖啊。谁有吗？没有吧？那你没有收到版权费啊？没有收到版权费啊？那制作人知道这上面这一团是什么东西吗？哪一团？这一团。これは何なの知ってますか？これ何かすごい悪い言葉書いたんですよねきっとね。这是写什么坏话？他写错字划掉。我不会写汉字。5時。間違えたね。これもしっかりとね原作を正しく再現する。这也是原作再现。好巧啊，这好丢脸哦！不会写。而且你还错字错。对啊。恥ずかしい。これちなみに今日何枚かね作ってきましたのでクーハンさんの分もありますし見ている方にもこれプレゼントしようかなと。我们这边也除了原本只能穿这件之外，他也准备了要送给可凡的礼物，可凡 T 恤，好不好？那当然也准备了各位的那个我们视听者哈就是我们的观众们，对我们观众们的份也有哦，这样。哦。观众会想要吗？观众会想要吗？会想要这个吗？但是我们请可凡帮我们签名，好不好？哦，那这样可能就会想要，可能这样就会想要，可能就会想要。可以吗？可以 ，OK。想要可凡 T 的话，就继续锁定。全くペイトゥツェイリー関係ない。跟我们北斗占领完全没什么关系。ちょっと面白いだけでやってしまいました。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就做了。可凡 T 恤。耶。T 恤。可凡 T シャツ。
T 恤ね。那会不会我们等一下画的之后也更提示？今回第二代変えたキャラクターも T シャツの可能性とか。可能性、今回のやつはカルバンクラインのベルトになります。就是你们话讲之后，我们会把这种凯文克莱的皮带，ここにベルトになる。枠がちょっとちっちゃい。ちっちゃいね。みんな集中してます。集中してますね。大家都很集中在画。意外とね、僕が喋りすぎてあと2分ぐらい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原本只能说剩2分钟哦。啊，怎么那么快？早い。那绝川有没有？我们绝川总监他其实他刚有说他对画画不拿手啊，那原本还故意弄他这样子。不可以偷看哦，不可以偷看哦。そこにはダメです。新たなる伝承者。新たなる伝承者いや笑ってしまってる。笑ってるからね、自分の絵でね。そうですね、これ。いやかっこいいですね。ちょっと皆さん書いてもうちょっとだけ待ちましょうね。大概再等1分钟，好不好？再稍等一下这样子。二王他这样你也很认真在画。我上次要血耻啊！我上次居然输掉。今回こそ勝ちたいです、和也さん。ぜひね。你也想要做成 T 恤吗？对。いや、我就说这是不是 T 恤是凯文克莱的？凯文克莱的。今回はベルト、今回の絵はベルトになるから。ベルトになる頑張ります。これちょっと一回カルバンクラインに連絡しないと。那原本知道我回去之后先联络一下凯文克莱。好了。あ、和也さん完成。完成。哦，好快哦。小川さんは。素晴らしいです。不要忘记哦，我们等一下是真的会抽出刚刚那个可凡 T 恤5件给各位哈。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 keyword 的抽奖的环节。那这个环节呢，大家记得那个等一下如果我告诉你开始抽奖的时候，记得要赶快弄出来。不要忘记啦。ちょっと持ってきたこのクロファン T シャツ。クロファン T シャツですね。これね、皆さんちょっと L サイズ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皆さん誰でもちゃんと着れますし、女性の方はワンピースにも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就是说女生的话有没有穿？因为我们做成 L size，是不管什么身材都可以穿得下，对不对？而且女生穿的话还可以直接当成 one piece 这样穿。没错。ここにサインをしていただけるとのことなので、皆さんいっぱいコメントくださいませ。因为我们还会请可凡帮我们签名，然后送给玩家，请大家踊跃参加这样子，留言踊跃参加。時間。カバさんも完成しました。じゃああと10秒。10、9、8、7、6、5、4、3、2、1。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好的，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是目前是完成的状态。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制作人来先决定要先从哪一个开始。じゃあ皆様もう完成しましたので、じゃあまず4分さんよりじゃあまず誰の絵に見るのを選んで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ね。じゃあまずはやっぱり和也さんの力作から。那我们先看和也さんが。我自信之作，自信を持ってます。はい。じゃん。獣人。这是公兽人，他根本不是人类哦。そもそも人間じゃない。いい。そういうパターンね。他觉得很棒，兽人。猫人。やっぱりいろんな未来を語る上で固定概念にとらわれない。就是你没有被固定那个既有形象，对，勇于突破。没错，因为根本不是人。人間じゃないです。はい。じゃあ次は後半さん。可凡。じゃじゃん。かわいいの来ましたね。而且它是巨。シースルー。目が大きい。对，然后呢，他的那个斗篷也还在。違う、フードだ。ちゃんとフードも着てる。ちゃんとフード。原作在。なるほど。对不对？然后超级短裙。对，ミニスカート。ミニスカート。巨乳的ミニスカート。不是这个都在钓男人的，你很过分。でも北斗神拳を伝承した女性っていうのは今のところいない。
哦，因为目前原作也没有传承女性的传承。对对对。で考えるとこれもやっぱりね固定概念にとらわれず新しい伝承者っていうすごくいいアイディアだと思います。他觉得这也是跟你刚刚一样，有没有？就是不被那固定观念的束缚住，是一个很棒的 idea。他们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哦。奶奶，要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奶奶。ねはおっぱいの意味です。何も分からない。これね、韓国語はそうなんだね。ねでも台湾はねはおっぱいの意味で。もうひど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よね。ひどいですよね。ひどい。太过分了。僕にも家族があるんです。还要养家呢。OK， 那最后就是一份 man 一份。それでうちの大将は大将。もうちょっとすごいお二人とも絵が上手いので、もう本当に僕絵が下手なんで本当にきついんですけど。那时候你们两个人画都画得很好啊，那他觉得这样他很不好意思。设计者的 pride 啊，设计者的自尊。像的 pride を感じる。そうですね。このペイトツァイリンの品質を守っている堀川です。这位就是守護着我们北斗占领游戏品质的绝川先生，他的自信之作。じゃあいいですか？どちらに？どこに？こちら。こっち。じゃあこれになりますね。顎がまあそうですね。バナナみたい。下半场。なるほどね。強い男っていうところ。他把他設計成他的 image 是一个很強的男人。確かにね、原先生の描く男性の顔って結構この骨格っていうかね、この顎がすごくたくましかったり。所以我们袁哲夫老师他原作的画有没有的男性，其实也都是骨骼啊、下巴这边都画得很尖，对，很尖。それ以外に褒めるところがな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可是有个问题，就我们都有画身体。他没有画身体，他会不会脸这么凶，然後身体这么小？和也さんとカバさんみんな体も体まで描いていたんですけど、堀川さんは顔だけ。不然我的分足ですよね。足ですよね。顔がすごい極端でかい。他说这边大概就是脚啦，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脚。かすかに足がここに足が見えます。还是你要巨乳？それとも標乳が合わせますか？不舒服，不行。標乳キャラクターと合体する。はい、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请问，就是制作人对于这3张画比较中意哪一？じゃあ今回も選んでいただきますので、1位をね。はい。哪一个？どっちにしますか？どっちにしますか？でも2個。いや3と一応あるんだ。どっち？一応あるんだ。まあそうですね。どれにしようかな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いやでもね、和也さんのこれいい。いや。我还记得上次制作人。今回はこちら。これいいです。制作人觉得这个很不错。看来すごくこういいと思います。看来要可以活2个月了，好吧？这个可以再活2个月。凯文克莱的合作。对，之后凯文克莱的合作。凯文克莱的吗？看不来。最后就是这个了，啊，你这个可以擦掉了，哦。これもね、すごくいいアイデアなんで。是。他觉得那个可凡的画也是一个很好的 idea 的。ゲームになるのはこちらかもしれない。如果是出现在游戏里面的话，这个比较有趣。好，那这个就送你吧。じゃあ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给他带回日本。好的，在我们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在似乎是已经抽出刚刚的五个 T 恤的这个得主了哈。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在我们聊天室抽出就是5个这个 T 恤的得主。一定是我的。そうなんですね。抽選を行いました。对，那我们之后呢，在这个 T 恤上面也会有我们可凡的签名，因为这个是出自于他的手。那感谢我刚才其实，在我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人在刷我们北斗占领的这4个字了哈。キーワードはめっちゃありましたよ。
北斗在临，北斗在临，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岩本制作人跟绝川制作人已经到我们现场，当然还有我们的李先生一直在不断的在帮我们做翻译。那我们最后呢，也请我们的岩本制作人跟我们绝川制作人跟我们的观众讲几句话。今日はお二人に来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ちょっと時間になりますけれども、最後に見ている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に一言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まず堀川さん。はい。まずこちらの、私どもが作っているアプリですけれども、北斗のファンの方であってもそうでない方であってもですね、ぜひ一度手に取ってもらえれば原作の物語を追体験できる、アプリ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ぜひとも、お手に取っていただけたら幸いでございます。就是说，这个是由我们的这个真的是自信之作了哈。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一款那个 APP 游戏这样子。那不管是原作粉丝也好，不是原作粉丝也好哈，就是说我们这故事真的都很忠实的原作再现。那希望各位玩家都可以来下载玩看我们的游戏，并且体验北斗之拳的这个原作的故事。谢谢大家。さらにまた今後も新しいキャラクターであったりとかコンテンツをどんどん追加していきますので、ぜひお楽しみ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います。那接下来的话，而且我们也会不断的追出新角色跟新的游戏内容，还请大家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北斗之拳传承者在临。是，谢谢我们绝川先生，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岩本制作人，岩本プロデューサー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こんな格好であれなんですけど。虽然他穿着这个衣服这样好，今日最初にお話ししたようにいろいろとご心配とかね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は日々すごく反省している部分なんですけど、北斗が好きでこのゲームを手に取っ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が安心して毎日ちゃんとね普通に楽しめるゲームに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こでね改めてお約束しますので、ちょっとあと1ヶ月ぐらいですかね、ちょっと待っていただいて、これからも引き続き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首先是谢谢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游戏，支持我们的游戏，喜欢原作的粉丝们，还有下载我们游戏的玩家们，然后真的是首先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并且再重申一次，对很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刚上线的时候也发现一些游戏不安定的状况，这样。那就像刚刚所说，我们会在这个月努力的去把它达到最好的，完成一个最好的游戏环境这样子那请玩家不用担心，那还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个北斗之拳传承者在临。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好的，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岩本制作人，感谢，非常高兴今天能邀请到2位到现场，非常感谢。那就在2位就是先在旁边稍作休息，非常感谢。今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感谢各位，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北斗在临这个游戏。好的，那我们现在要好好的跟可凡聊一下这款游戏哈。这款游戏目前为止啊，会很发现你在干嘛？我把它吹出去。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看呢。我觉得我画得很好啊。不是，因为北斗有这个游戏里面对啦，的确，如果说单纯是以就是一个创新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你的确也是还蛮创新的啦。就是这个角色，因为北斗之拳的这个就是北斗之拳的这个故事里面，是有女角的，但是没有让男角来担任过。就是他有比较重要的本片，那也有算是番外篇，但从来没有是女孩子当主角。对啊。但是也没有猫人当主角的我是猫人对不对？我是猫人因为我上次节目的时候，我还记得制作人说他喜欢比较妖艳的角色。你现在是要 cue 制作人是不是？所以我还特别画妖艳的角色。你知道他刚刚一直在讲说，我还有家庭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不要让我讲这种东西，我回去被我老婆骂的东西老婆有在看，老婆有在看他今天如果老婆今天就是之前讲说我今天看了这个东西，然后直接跑出来的话就爆炸了，对不对？那这样怎么办呢？那只好选这只猫人了。猫人，我觉得猫人完全 OK 啊。有啦，他真的蛮帅的。他真的，我觉得他还 OK， 可是看起来有点像以前那个另外一个 IP 的角色叫忍者龟就是你知道，就是忍者龟里面就会有一些那个忍者猫，就是有奇怪的兽形生物，兽形人形生物，就兽头人形生物这样子。对，那我其实觉得这个要做 T 恤应该比较行吧。对啊，还蛮帅的。希望他可以再活大概2个月。好，那你今天看完，你刚刚大概有你
你刚刚在那个整个过程中，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游戏它的确它其实虽然说，因为它的整个显现出来的风格真是比较阳刚一点点，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发现对不对？那这个游戏的过程，你可能比较难参与到其中，就是在刚刚在讲述的过程中。但是你今天从这样目前这样看下来，你觉得这个游戏怎么样？如果说它的操作是非常优化的，就是非常，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它其实像我们刚才操作的时候，它其实蛮顺，它蛮顺的。对。就因为毕竟有些手机游戏它是会蛮卡的，虽然这取决于手机本身好不好，但是其实真的有些游戏，它就算你手机很好，它也是会卡。那如果今天它是一个比较顺畅，它优化做得很好的游戏，你会不会想要尝试？其实我前阵子的时候已经下来玩了，然后我发现它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动画，就算是敌对，它只出现一回合，它也会有它的动画，没错。然后每次进去它也会有那种漫画，然后都还会配音。因为你在上一次他们过来的时候，其实就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地方，他把原作的一些名场面用动画3D 化，把它全部重置。我觉得他们压力其实很大。对，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参与过，就是知道就是关于就是一些游戏设计上面的东西。为什么我会说制作人他现在脸色有点不太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点累啦。就是制作人因为他为了要去，像他刚刚讲，他一开始一过来这个东西，他为了要负责，所以直接跟大家道歉。这个东西就表示他很重视玩家的一些想法。对，那他今天表示他今天第一个是重视玩家想法，第二个是他知道他必须为这个东西负责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压力的确是非常非常大，尤其是我们上次有聊到，他又要去好好的对待原作党，他又要对待我们的游戏党，这就非常的辛苦。那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对嘛，对不对？那所以你觉得你有玩过的话，那你觉得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个角色？可是我现在的角色没有很多。你现在角色没有很多，对。那如果你这边在单纯这样讲的，那我还是拿球杀好了，因为他刚刚看起来不觉得就是很厉害吗？不是，你就是制作人讲什么你就讲球杀，制作人讲什么你就选什么。你单看这个画面，他的战斗力超强的耶。我喜欢傻乌傻。哦。我喜欢傻乌傻，右上角那个。好。又怎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喜欢他是不是？你觉得他不然我们来形容一下，我们从左边到右边，我们来形容一下，就是每个角色好不好？聊天室看不到这一个画面，聊天室看不到。好，来那个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切到我们的那个手机这边一下？我们切到我们的手机这边一下，切到画面来切一下哈。我们现在目前的画面上面有5个角色，全部都是刚刚制作人直接跟我们讲说他非常喜欢，觉得非常强的角色。那以这样的状况来说，这样我不敢讲啊，我怕我讲，然后呢我会被骂。不会啊，为什么会被骂？我只说你对于每个角色，你第一印象下来的话，包括左边这4只 ，OK， 好不好？第一个是拳王嘛，这个是拳四郎，第3个是威格尔，第4个是谁？西恩。好，我们就以女孩子的第一印象帮他们取名字。第一个拳王，他叫拉欧啦。好，他看起来就像是《For Honor》里面会有的角色，For Honor 啦。椰子告他，椰子告他。第2个拳四郎感觉就是主角的模样。第3个威格尔感觉是色情的大叔。哈？你看他的那个笑容，看起来就很猥琐。他看起来就很猥琐。我以为你会讲什么其他游戏的角色，结果居然是讲猥琐的大叔。猥琐大叔。那第4个西恩呢？西恩感觉就是一个很自以为很骄傲的一个男生。我以为你会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最近 RP 里面有一个人叫薄荷猫，他的新角色就长这样。把这个精华截下来给薄荷猫看。好 ，OK， 那你从左边右边这5只呢，就是刚刚制作人特别提到，他觉得就是未来出现这个10人乱斗里面，他都很强的角色。我这5只我比较喜欢雷伊，就是第一印象。雷伊，你说左下角的这一位雷伊，对，中间那个。对 OK， 那这一位角色你为什么比较喜欢他？感觉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这可不可以点啊？不行，因为现在在编制中。对，他现在在编制中，所以没办法。好，那你比较喜欢雷伊？那如果说第2呢？第2的话，你跟我讲球杀，我就揍你。为什么不能选球杀？好了，球杀可以。你看雷伊跟球杀，他们就感觉很正派，其他人就不是臭脸，就是拽笑。可是我觉得拖席看起来比较正派吧？没有，他看起来就很不爽。可是拖席在原作是正派啊。可是你看这个脸，他是不是看起来很不爽？不是，也有脸很不爽，不是脸也有很不爽。哦，你说刘太生气。哦，你说刘太是坏人哦。对，那你觉得这样的，所以你觉得拖席是坏人？可是那沙乌沙不管怎么看都是坏人，没错。他的外号叫圣地啊。
就是神圣的圣。哦，对，然后球杀不用讲，球杀就是一个中二哦。你说谁？沙乌沙。哦，是有一点啦，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毕竟他好，各位观众记得了，如果你们之后真的一起玩这个游戏的话，记得这5只角色真的是制作人选定出来给大家玩，真的非常强的角色。各位先截起来，我已经截起来了，我已经知道是哪5个人了。好，那我们回到就是我们这个北斗，所以你后来回去之后，你有接触这个游戏，那你有接触他的原作漫画吗？没有可是这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漫画了啊。而且对，也是，对不对？那以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因为我刚刚其实有提到，他就是刚刚观众其实有问一个问，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嘛。他说有没有可能跟其他的作品联动？像因为他其实就是袁哲夫老师有出其他的相关作品，那其他的相关作品之下呢，其实会有一些新的 IP。我其实还蛮希望就是张天之犬这类的东西可以进到这个里面。那如果说，因为他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他希望是那个时代的老时代的一些作品，可以把这个东西就是加入到这次的未来的 combo 里面。那你觉得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先不讲可能性，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在那个时代，因为它是老作品，可以加入到这个游戏跟他做 combo？ 老作品多老啊！我自己，我先问你，你的印象里面最老的作品是什么？小魔女哆瑞咪，是不是？对，类似那样子。不过如果都是女角，然后魔法少女的话，不觉得蛮酷的吗？其他人都是用揍的，他直接远就可以把它射爆。这个游戏里面出现魔法少女，不行吗？可以吗？可以吧？不行吧？他是远攻，就是人家在近战，然后呢，他是后面的法师那样子。他其他也是有远攻啊。对啊。也是就是就妹子。只是很棒。魔法少女，我没有办法想象她是魔法少女，然后都用这个画风。还是可以吧？那你现在来画一个，来，你现在来画一个，来，你现在来画一个，我现在把这个擦掉，我现在把不能我画。那你擦他的脸就好了。对，我要把身体画掉。我要把身体画掉。我现在要把这个，他刚刚说是这个画风好，魔法少女，那就是我的大美妹子。等一下，我要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一下啊，我们来看他那个画，他的那个原画的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把它画成那个样子。那你选择沙乌沙好了，因为你是蛮喜欢他的吗？是没错啊，沙乌沙 ，OK。我觉得。哦不，你在画什么？哦不，你在毁画我的画。我觉得我会被袁哲夫老师告。我觉得我会被袁哲夫老师告。在被他告之前，你会先被我告。不会啊，我等一下就把这个拿给制作人看。哦哟，这样他就会选了吗？对，我觉得他应该就会选了。对不对？这样就。等一下，那是胡子吗？不是啊，就是这边的那个阴影啊。就是这边的阴影啊。好。对啊，然后这个阴影。那这是胡子了吧？不是，这是笑啊。他不是笑得很拽吗？好。对不对？然后他如果是，而且他这边还要有那个。聊天室，你看卡迪亚在毁画我的画。要这个画是不是？那我帮你改那个图。不行，那个不能改，不行改。小气鬼。等一下，他是要女性的身体吗？袁哲夫老师开一集。他是要女生的身体吗？都 OK 啊，不然女的，但是是壮的。我看起来超坏的。对。等一下，我现在超认真在画，我真的超认真在画。所以这个抽完了吗？我是不是还要签名啊？对。我要先把它穿上去，这可是我的 T 恤。那个才不是你的 T 恤。不是吗？那个才不是你的 T 恤。哦，你说你的是不是？实况脱我的穿衣，我穿上去而已，我没有脱掉。大家看，是不是很想要？现在留言就有机会抽到你。才没有刚刚已经抽了啦。抽完了。刚刚已经抽了啦，在那边。现在留言，可是已经来不及喽。对。有人说我要那件，我内定可完穿过的给我自己。不行，自己在那留言。小编不能自己留言啊！小编哪一个小编自己在那留？小编这样母汤哦，超大件，看起来像没穿裤子。不准用，不得让我的节目变成奇怪的东西。可恶！
穿去外面跑一圈是怎样？哎，我觉得盔甲很帅哎，变成亚马逊女战士了。哎，盔甲蛮帅的耶。哎呦，等一下这也太多哦，你是侧面。侧面啊。哎，你好像很会画肌肉哦。哦。可是这脸我是不行哎。可以啦，可以啦。你看那个腿。哎呦，水哦。对不对？哎，是这样子的吗？我以为是要这样子并着的。他还过膝长袜。哇。还过膝长袜哎，好不好？吊带袜吗？吊带袜我不要了，不喜欢吊带袜，丑死了。丑死了！聊天室开战！为什么？吊带袜派的给我站出来！不是，我现在在很认真的要画说这个角色要拿出他的灵魂呢。OK。而且他现在看起来超坏的。他的手呢？正在画。好。你笑什么啦？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披风帽子看起来超像盗贼的帽子。是啊。可是你现在脸看起来超坏的。对啊，我看起来像是长了胡子。哎，我觉得你要帮他画鼻子，不然看不出那一个。鼻子哦。对啊，可是他的鼻子好粗哦。看起来超拽，看起来超拽的啦。哎，其实还蛮帅的耶。对啊，他要拿武器吗？哎，没关系啦，他们不是都直接用斗。对啊。好帅哦！真的耶，那披风呢？要不要再给他披风？披风好像有点难画哎。真的耶。对啊。然后这边再一个，你觉得他应该有什么样的 logo？ 你觉得他应该有什么样的 logo？你觉得？这样子一只手，然后呢下面是人头，然后还有血在滴。太难了，算了，不理你了。哦不，不理你了，太难了。吊带袜请成熟。来，给各位看，我们现在画的，我们把他刚画的女孩子变成这个样子了。真的还蛮帅的啦。很帅哎！你要近一点，很帅，没有，我再近一点来。哎呦，很帅哎！这样好像可以耶。对啊，这个女孩子就比她更帅了吧？这样可以。制作人来了，制作人来了。可以再请岩本先生上来一下吗？可以再请岩本先生上来一下吗？这边。好，岩本制作人，我们现在呢？现在呢，因为我们刚刚在看，肚子饿了。我们刚刚呢，就是在设定的时候，因为刚刚那个女孩子啊，感觉好像有点太柔弱了，我们让她更符合我们北斗之拳对世纪末的感觉。哎，这感觉怎么样？カーファンさんが描いた絵は、若干弱そうに見えるので、世紀末みたいな。世紀末みたいな。这样可以吗？而且我们刚刚参考了一个对象，サウザ。サウザ我们得描きました。なるほどね。对，確かにアマゾネスみたいな。像那个亚马逊女。对，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如果可凡画这样，是不是就会选他？じゃあもし先ほど山本さんが選んでいる時はもうすでにこの絵だったらもうこっちに選ぶ。いやこれとさっきのクーファンさんのがあったらクーファンさんの方選んで。先に，如果是这一幅画，如果是这一幅画跟你刚刚原本画的，他还是会选你原本画。哦不，残念。为什么理由？僕はね、北斗の世界って女性はすごくやっぱ美しくて儚いんですよ。美しいなの？北斗之拳原作女性角色还是要很美这样子。是啦，是没错啦。可是さっきね、僕はさんの可愛かったね。因为刚刚的可凡画的那一张比较可爱。是啦。好，我等下把它擦掉了。不要了。我等下把它擦掉吧。可是有綺麗に戻しておいてもらっていい？不要擦的，你把它恢复原状可以。太难了，阿里。那我现在把它擦掉，你给你30秒恢复原状。不行啊。好了，就是这个，这是我们刚刚。画力がすごい。我们画力很高啊。可是上一个画这样これもね、でもこっちがいいよね。但是他就觉得猫人比较好。猫人比较好。これはすごく良かった。如果
等一下，那个笔嘞？有一支笔。笔。じゃあもし猫耳。なるほどね。なるほどね。这样的话。不同作品哎。可以啦，然后还有那个尾巴。尻尾。これがいい。耶！原来他是喜欢猫咪啊。不是。制作人癖好太明显了吧？猫うち猫いますね。所以才因为这样才选的吗？うちに選んだんです。才选的吗？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啊！哦，下次懂了。我们希望下次制作人再来了，因为我们相信未来我们还是会跟制作人呢，跟我们的北斗在林团队一直有持续的互动。那我们之后互动的话呢，我们会准备很多的猫相关的东西。じゃあまた今回生放送参加するときは、いっぱい猫関連の靴を用意します。本当ですか？来週来ます。好的，那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岩本制作人，还有我们的决川先生，还有我们的北斗在林整个团队呢，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做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也其实已经差不多了，真的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制作人团队。那我们今天的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就到这边到一段落，我们2个礼拜之后呢，耳玩传说再见，拜拜。